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一切的平安。我们是一群你所保护的小羊，今天要献上最感人的赞美，求你欢喜接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热情的敬拜，高举双手荣耀你的名。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耶稣是自由，真正自由。热情的敬拜，你成就一切的大事。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向世界宣告我的自由。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reedom，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reedom，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大声欢呼宣告，高举双手宣告。赞美，热情的敬拜，高举双手荣耀你的名。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耶稣是自由，真正自由。I got the freedom，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reedom，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I got the joy， 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reedom，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I got the
你手上的灵魂，展现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始终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是牵着我，大山为我都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灵魂，展现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我的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我的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灵魂，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路，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路，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
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能让我们聚在一起。等一下牧师要讲到了，请你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祷告，阿们。请奏乐。
全地堂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伫歌路世间小事，大项阮地你相思。上帝感应伊的圣殿，咱着敬拜神敬虔。请咱做伙来吟圣诗51首。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俄勒主耶和华，圣在，圣在，圣在，掌立天地甲海，俄勒上帝，至尊至权至大。请咱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我了主耶和华。现在，现在，现在，你天地甲海，我了上帝之君之权之大。现在，现在，现在，万事拢敬拜，感恩主因我了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为我了敬尊。因万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我主宰，你大声音是阿勒上帝主笔。现在，现在，现在，万世代，乐上为是多伊的主宰。阿门。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
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我永远的活命。阿妹，这请坐。咱做伙来启用启应文35篇，启应文35篇。今仔恁喙焦的，就来就近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啥事开会钱，买迄个袂食伫的物。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着趁摇花常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应摇花，伊要怜悯伊。摇花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搭悬地，安尼我的道路搭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雨也种的有种子。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上必发生内体草籽，这是要做摇花的名的纪念。阿妹，咱接续倒来吟圣诗336首，圣诗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逐项虽有反复，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现时赞我全无服侍敬拜，请咱一个吟全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虽有反复，我照主所爱。现时赞我全无服侍敬拜，但求天父感化我心，会听真人的情，甲伊快乐幽默，互伊安宁。安慰别人无停，我踮世间无论倒位，无论担当啥钱，赞我甲人相合，心心定义无时。
赞我当记得为强。这记安稳常常带你当行。我看做卑微永远的百姓命，我做你来的百姓，为歹受着苦索。承受一年做囝无做萝卜，结局待你就地自由大好。阿门。请咱做伙压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会当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这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福运。阮献上感谢。主啊，有时阮真无闲伫阮的工作，有时阮也真拼命追求俗世的掌声，赢过属天的祝福。恳求主怜悯阮，主求主你保守阮的心，阮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帮助阮伫你的话中来生活，就会当活出主你美好的见证。亲爱的主，你是疼的源头，求你的疼来充满阮，互阮脱离自私的本性，学习你的疼来祝福别人。恳求主，互阮愿意注神伫别人的需要顶面，当阮看见人的需要的时，会当及时来表达疼的关怀，以及用具体的行动来陪伴，互这份疼真侪生命中上水稳定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求，阿门。上帝的样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阮。上帝的样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阮。上帝的样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阮平安。学乐，请圣歌队。
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我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伤的人。第3节，第7安悲伤的人用花木想事衣来替恢复，欢喜的油来替悲哀，懊恼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种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接下来，咱再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1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人。伊有找我，互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讨放；互假青面的讲，因会得到国光，来讨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耶和华合切行这事，就坐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21节，伊就开喙对因讲：这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讲到福音的分享者，咱请陈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组织伫你的圣殿，阮同心来敬拜你。你是阳光，你是活命，你是权能。阮伫敬拜你的时，愿主你的权能，你的大能力，就充满伫每一个软正的你的囝儿查某囝。用你喜乐的油来抹伫阮的心上，互阮忧伤的心来离开阮。至圣的主，求你甲阮同在。伫阮逐种的欠过顶悬，互阮因为主耶稣来得到满足，互阮伫主你的面前，也因为你的坚固，阮要诚侪手捧救恩的杯，将上帝你的祝福甲人同分享的教会。求天父上帝你甲阮中间，充满即间教会，互阮的生命诚侪一个上帝你恩典的记号。阮静静伫你的面前来听你圣神的声。求主你将你的话变作开力，将你的话变作福音，将你的话变作实现的应允。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经对咱来讲真重要，因为这段圣经就是耶稣伊出来传福音，伊第一摆所读的圣经，伊也用这段以赛亚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来告别伊一生的使命。若要用咱一般伫教会内底，咱聚会中间，咱通安尼讲，今仔所读的这个约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1节，是耶稣伫教会上任，伊的上任时。我阁讲一摆。耶稣用以赛亚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伊来表明伊开始领受上帝所予伊这个救世主弥赛亚的身份的时，伊用这段圣经来对世间表明上帝的心意，嘛对世间人来表明伊的使命。所以，若是一个基督徒，咱应该爱深思这段话的重要，因为耶稣看见上帝伫700年前，伫以赛亚的中间，
上帝就通过以赛亚讲：我怜悯迄个丧乡的人，我怜悯迄个来心破碎的人、忧伤忧闷的人，我怜悯迄个青眉的人，我怜悯迄个伫真多重担受捆绑、伊无法度自由的人。耶稣听见上帝的声，所以耶稣知影上帝的心愿，爱伊所有的子儿平安、喜乐、佮永壮。所以，亲爱的姊妹，愿咱静静听圣神伫咱中间劝勉的话，因为这是耶稣伊真要紧，伊的弥赛亚，伊的信仰的告别。既然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既然是自我认捌谦卑，愿意做耶稣的学生的人，咱拢应该亲像今仔日的圣经，特别是路加第4章第21节，伊讲：当恁已经听见，这个话应验伫恁的耳孔中间。我阁讲一摆，恁已经听过我所读以赛亚这3节的圣经，这个应允，这个祝福，这个满足，就临到伫恁的人生的中间。愿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需要你，因为你所享受世间人的福音。今仔日就要通过这届的礼拜，我所听到的圣经，上帝你将这个圆满的祝福，就享受伫阮的家庭。愿天要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这张图是咧讲起耶稣当时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伊经过3摆的试探，伊得胜赢过魔鬼的引诱，伊进入耶路撒冷，伊带有上帝的能力甲权能，所以真侪犹太人半信半疑。但是因看到耶稣伫当时行真侪奇妙的事的时，伊进入这个礼拜堂的时，经学师就摕一本真古老的圣经。这本的圣经对犹太人来讲，耶稣迄个时代就是700年前的以赛亚所写起来迄个以赛亚书。犹太人的这个经学师就将这本的原作书卷就交予耶稣。圣经记载讲，伊拍开了后，伊就经，伊就经以赛亚61章第1节到第3节。所以今仔日的新约旧约的圣经，其实就是讲这样的内容。但是，如果恁对你斟酌个读，你会发现，耶稣伊读有一部分真肯定读，但是有一句话伊无读，就是以赛亚61章第2节的第2段。今仔日牧师无够时间通解说迄段。伊讲耶和华咱的上帝是怜悯的，伊无凊彩报冤仇。迄个报冤仇伫耶稣的福音的中间，伊甲迄句话暂时保留。意思就是上帝怜悯人比伊的审判，上帝怜悯人比伊的报仇、行公义更较重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真做一个会晓听讲道、清楚听讲道的人。今仔日的圣经是路加记载，所以换一句话，路加当时2000年前，当耶稣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路加伊静静听，伊听到耶稣的讲道了后，伊对心中有真多的感动。当然，路加福音书毋是一摆的讲道，就是路加伊3年跟对耶稣逐篇的讲道，最后伊甲伊做结论。路加记载着第4章第18节到21节，是记载耶稣伫礼拜堂圣殿头一摆的讲道。来用咱的信仰、咱的教会的习惯，咱要讲起今仔这段圣经是耶稣的上任书。也即，如果耶稣来到咱得堂教会，伊伫咱的困求的中间，成做咱的教会的头。伊若伫咱的中间，伊上任成做咱的救主。啊，然后伊读这3句的圣经节，亲爱兄弟姊妹，那安尼，这几句的圣经对得堂教会重要吗？当然真重要，因为伫这中间，伊第一重要咧讲起，丧勇人、心内忧闷的、无自由的人、患病人、目睭青迷人，因要得到上帝对天灵来所享受。
的福音，这叫做送向人的福音，这叫做青梅人的福音。青梅有两种，一种就是肉体的青梅，搁另外一种就是心灵的青梅。所以有人安尼解释讲，耶稣讲青梅人要有福音，伊要看见。伊的意思就是，伫无受教育、伫无受真理、伫目睭青梅、心灵无智慧的人，上帝要开因的目睭。青梅人要得到看见，草耳人要听见，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耶稣所讲的这个福音，记载伫路加也好，伫以赛亚也好，这个福音最要紧的讲起的，就是一个焦逼、完全、无欠缺，一个圆满的祝福的福音。所以当耶稣读了这段圣经了，伊讲 fulfill in your hearing， 伊的意思是讲要成就伫恁的听讲道，英语甲伊翻译做 fulfill。fulfill 就是讲成就、应验、充满、完全。耶稣就讲伫讲道的中间，当恁已经听到啊。既然上帝所讲应允的话，今仔日要应验，现在你相信吗？你相信逐摆你恭敬读圣经？你相信逐摆得到牧师教会的陪伴甲鼓励？你相信伫讲道的中间，上帝通过圣神对你所感动的迄种的感觉？你相信，这个要成做你幸福的人生的开始吗？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赐我深信。对今仔日开始，我毋是干那听；对今仔日开始，我毋是干那听讲道；对今仔日开始，每若听到上帝你圣经的话，拢要成做一个我得到祝福的开始。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耶稣知影上帝的心。所以，当人邀请伊伫教会来表明这个教会存在使命的时，伊第一个表明，当然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每一个使徒因所听到的讲道感动都无同款。但是路加是一个足特别的人，伊是一个医生，所以对人的身心灵的健康，伊特别敏感。所以，当路加听到耶稣咧宣读以赛亚书的时，伊开始进入一种的默想，伊对这句话有真深的思考。伊忽然了解讲，我的老师耶稣，伊实在是一个明白上帝怜悯人的心。耶稣看见世间所有的软弱的人，所以今仔这段圣经毋是讲福音和送向人，这段圣经应该讲起福音。和这个世间所有的弱势的族群，耶稣讲这个话，最主要是要对教会讲：恁爱伫人的需要的顶端看到恁的使命。教会存在爱伫人的欠缺、伫人的软弱、伫人的需要的顶端看到教会存在的使命。因为今仔耶稣用以赛亚的话来对所有的群众来表明讲。今仔日我来到这个世间，上帝找我来，是要将700年前上帝所讲，上帝欢喜的年，就是噩梦的年，就是改变的生命的年。因为圣经咧讲上帝喜年，犹太人一听就了解，因为7个7年，就亲像伫约瑟中间讲有丰收的7年，有饥荒的7年。犹太人有7个7年，都749年，所以因的土地买卖不是永远的，因的土地买卖大概就是上长49年，所以到第50年就是圣经旧约咧讲的喜年。喜年的中间所有为着因的欠缺所卖出去的土地，因卖家己的身份做奴隶，喜年临到。完全夫妇的所有一切祭物，拢形成，大家拢对头重新开始。也在迄年，就是代表一个新生命，一个噩梦新的开始。耶稣用上帝的心读这段圣经，
罗家并无解说讲耶稣安怎解说。罗家只有将两段的圣经甲伊记做伙。今仔日咱的听讲道嘛是安尼，牧师有解说圣经，但是圣神有会伫恁的心内底，亲自将讲无了的迄个弱势者的福音来甲咱讲。也即咱会当伫主的面前，咱出声甲主讨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牧师捌鼓励你用一个足简单的一句话：当你艰苦无法度祈祷的时，简单讲，耶稣啊救我。简单讲，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愿主耶稣听咱的祈祷。今仔日咱所听到的这段圣经，要成做这间教会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耶稣讲，当恁已经听到上帝应验弥赛亚这个应允。今仔日读互恁听的这个人，毋是曾牧师，是耶稣讲。今仔日读这段话互你听的，徛伫你面前这个耶稣，就是上帝赏赐恁的弥赛亚。愿主耶稣来到咱的中间，做咱教会的头，咱的教会受伊来管理。所以今仔日的圣经最主要咧讲起上帝的怜悯，咧讲起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赏赐恩望。所以你若看以赛亚第61章第3节，伊讲伊要用喜乐的油来换悲哀，伊要用俄罗的衫来穿伫人的心就，互人无搁再烦恼。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应允放伫咱的中间，这就是喜年。每一个伫耶稣面前跟对伊的人，天天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人生就是一个应验上帝祝福的开始。咱对今仔日开始，咱开始用经验，主要你所讲的讲道，主要你所讲的信息，对今仔日开始，每一句话拢实现伫我的人生的中间。愿主甲咱三合伫地。耶稣读这段圣经，最主要咧讲起，伫这个社会中间的弱势者。所听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是一个真有福气的教会，嘛是真特别的教会。因为伫起头，上帝就定着，这间教会要有健康的人甲无健康的人做伙做礼拜。这间教会要有喜乐保育院的受照顾者，甲咱兄弟姊妹健康的人做伙做礼拜。这间教会要互第一代基督徒甲传统的基督徒做伙做礼拜。这间教会要互得当人甲环绕着上帝恩典的每一个进入这间礼拜堂的兄弟姊妹，也这你讲是毋是？愿天父上帝组织咱，毋是干那为着咱的要求甲需要。愿天父上帝兴起伊的圣神。使用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伫今仔这个时代，特别为着任何一个弱势者，咱对伊讲，上帝要将生命的改变，喜年赏赐互你。也即你愿意将这种的祝福讲互你身边的朋友听嘛？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耶稣照上帝的教示。所以耶稣用上帝的话来讲，伊过来3年要做什么？罗家听见，罗家在咧想讲，我的老师培养我这阵12个门徒，伊想要建立一种什么种的教会？罗家的教会是颂扬人的教会，罗家的教会毋是用耶路撒冷做中心。时间无够个真长，亲像咧查经，牧师一句一句甲恁讲。但是罗家看到耶稣怎样辛苦生活伫罗马帝国，这种的帝国主义的下面，阁有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所以这基督徒受到犹太人甲罗马帝国的糟蹋。但是罗家看见耶稣是一个不妥协，虽然罗马帝国很盛大。很强大，但是耶稣讲一项，上帝国的福音临到了，所以耶稣用上帝的国甲权能改变罗马这个国家。
所以路加嘛邀请伊所有兄弟姊妹讲：咱虽然是软弱，但是主耶稣已经将这个上帝国放伫咱的手中。对今仔日开始，咱爱用上帝的话来改变罗马这个国家。2000年后，咱信耶稣基督的人，咱听到路加甲耶稣所讲，咱要伫今仔日这个破碎的时代，传拯救的福音，因咱身边中间有人，伊需要咱的陪伴。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所以有人讲路加福音所讲的教会，路加福音所讲的教会，就是中这句话：教会是上帝国的记号。所以咱台湾基督教的教会将路加福音这种的想法，改变做教会就是上帝恩望的记号。但是最后我要用咱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恁若倒去，恁惊讲无抄着笔记，恁倒去看这句。伫咱的周报中间。咱中职的所在就是咧讲起，咱的台湾基督教教会想要成做什么种的教会？伊讲通过听甲受苦，成做恩望的记号。好，兄弟姊妹，眼光看过来，不要看周报。迄个对了，恁才慢慢来看，因为有真侪话爱慢慢修，毋是敢若听一摆讲道，恁就将迄个真正信仰的观念建立伫你心内。但是路加讲起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伫一个黑暗的世代，成做一个上帝国的记号。所以耶稣讲，上帝国已经临到。开始，虽然还未完全，但是自从耶稣来了后，竟然信伊的人，拢要生活伫天国。所以咱这信主的人，毋是将来上天堂，咱这信主的人，开始伫咱的心内。就有一个神圣的空间，允许耶稣基督。对今仔日开始，咱的想法内底，就是耶稣的想法，就上帝的话，咱就开始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的学生。愿主甲咱三合伫地，耶稣传天国的福音最重要，就是要互这个世间加做新的国家、新的文化、新的民族、新的社会。耶稣无搁再搁用犹太人做上帝唯一的选民，所以耶稣讲，对今仔日开始，上帝的百姓是万国万族，对犹太人到普天下，对主人统治者到奴才，所有的人拢要成做上帝救赎的人。所以听兄弟姊妹，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团契。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所以伫信仰中间有一个真严肃的话讲，咱就是弥赛亚的团契。这是一个真思想性的名词，无容易了解。介简单来讲，就是讲，咱若对耶稣，咱就要亲像耶稣；咱若是对耶稣，咱就要得到耶稣的能力、荣耀甲尊贵权柄。耶稣我都救人对死个活，咱嘛我都互青命得到看见，咱嘛有法度互伊个欠过送养的人，伊个生命得到保障。今仔来到上帝的面前，做礼拜听圣经的人，咱的心思意念要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思想、新的生命。愿天父上帝造就咱，每一礼拜伫礼拜中间，咱拢听到一句改变咱生命的话。每一摆你恭敬拍开圣经，咧灵修的时，上帝赏赐极其宝贝智慧，互你慢慢对愚公成做聪明智慧的人。这个世间所有的话，无搁再欺骗咱；这个世间所有的陷阱，拢袂通搁再伤害咱。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我用英语。是因为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解说。伫路加福音第4章21节，伊最后讲：当恁已经听见，这个话已经应验伫恁的听讲道。最后，迄个第21节，伊讲应验伫恁所听见的。因为耶稣拍开圣经读了后，耶稣甲伊合起来，伊讲：当恁已经听见啊！700年前的英文，今仔日我合起来的时候，这个代志就成就。意思。
我就是迄个带来祝福的上帝的奴仆。英语讲 fulfill， 伊用过去式，但是这句话伫耶稣的本意的中间，毋是听了就煞，伊的意思叫做 ongoing， 就是讲继续。你今仔日听到讲道是你的生命开始，但是你要不断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充满。咱要不断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把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兄弟姊妹，恁的家庭对今仔日开始，一个是极其受祝福、生命人生的旅程。上帝要不断将伊的应允的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充满、充满，搁再充满伫咱的人生。愿主甲咱三甲地地。耶稣知影伊的使命，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智慧。咱无一个人像耶稣出世就知影咱要做甚物，所以咱一直咧找，一直咧找。伫细汉读册时咧问讲，我将来要读倒一个科，我将来要行倒一条路，我将来到底会当做甚物？人生拢一直咧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对细汉就开始咧问讲，主啊，你爱我将来才做什么种的人？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我对心中真羡慕。我讲上帝，一个世间无有一个人亲像我的主耶稣基督，伊遐尼清楚知影，伊来到这个世间是要做什么。所以当人邀请伊伫礼拜中间读圣经的时，伊足清楚地对圣经的话中间来讲出来伊的人生的使命。但兄弟姊妹，我讲这段话，毋是要互咱屈准。我讲这段话最主要是要邀请咱祈祷。无论过去，无论今摆，咱是毋是对咱家己人生的使命有清楚？但是兄弟姊妹，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耶稣讲我就是这个世间的光，既然踮伫我内面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的中间。意思就是耶稣要互咱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生命中间，伊的计划使命。我要鼓励在座的少年人，恁若愈早找到恁人生的标杆，恁就有愈长的时间去行这条路。恁若伫16岁找到，恁若活96岁，你就要阁有70岁、80岁，会当好好去完成上帝伫你16岁真正甲你定定的生命的方向。所以对恁来讲真重要。牧师讲一句较无客气的话，恁的爸爸妈妈可能嘛无才调，甲恁讲恁将来真正正确上帝所安排的目标甲道路。也这恁莫讲牧师，你看紧阮。兄弟姊妹，一个要真正了解上帝伫咱人生中间计划的人，是何等有福气。所以古早人讲朝闻道，适可思议。意思是讲，今日我若听到一个真正重要的道理，我实眼明目。兄弟姊妹，咱的人生需要上帝所赏赐福音的信息，所以知影家己的使命是一个真重要的智慧。这毋是咱家己有的。像我伫过一年的妈妈伊的告别式，我讲幸福的人生有3项，其实伊连迄是咱查经中间，牧师是无爱搁伫迄个中间讲。圣经伊原本所讲的遐话，会有大摩尼啊，会有罗吉啊，我无爱甲恁卖弄即种的圣经的话。伊讲一个人若有好的灵魂，一个人若有好的心思意念，搁较要紧。福气是上帝赏赐的，千算万算难是上帝。你搁有较好的灵魂，你搁较好的心思意念，拢无完全，因为主讲。主耶稣讲：“我要报告，我要宣扬上帝欢喜世间人的年。”这就是保罗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喜年的意思就是上帝为着咱人生中间伊所预备的，伊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想象袂到。兄弟姊妹，咱何等的福气！咱有这种福气，会当坐伫上帝的圣殿，
咱有健康的身躯，咱有好顶的福气，咱有遮尔水的礼拜堂。兄弟姊妹，无一定你感觉真水，但是我感觉这间可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算排伫头前介水的。我顶个月去双连教会做礼拜，我就感觉咱教会比双连教会搁较有气氛。咱咧做礼拜的时阵，搁会当看遐个树木青翠。双连教会入面啊，关伫迄个胶囊内底。虽然你是台湾基督教上大间的教会，歹势你今仔直播我就足烦恼，讲啊直播有当时会去用听到咱的教会做礼拜的秘密。这毋是咧看见任何一间教会，兄弟姊妹，咱是幸福的人。上帝无因为咱是庄稼送向世间，今仔咱已经无送向啊，因为上帝丰盛踮伫咱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内底知影耶稣伫今仔圣经中间，伊讲到3项的信仰的功课。第一，伊讲到基督徒需要关心社会的问题，因为耶稣所讲的这社会5种人的问题，弱势者，伊的意思就是唤起伊所有学生爱关心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了后，要有4种真特别的记号，就是上帝的怜悯要充满伫迄个软弱的人，就是上帝的公义要充满伫迄个教会，上帝的和諧平安社乐要充伫迄中间。搁较要紧，囡仔甲上帝同行的人，因的心灵要自由自在，无丧凶的欠缺，无埋怨的吐气，无对人生中间的遗憾。因为上帝要将伊的丰盛的画面放伫咱的内底，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伫旧约，因拢用一个名来代表福音，叫做上帝欢喜人的年。上帝的喜年，50年才一摆。但对今仔日开始，对主耶稣开始，逐年拢喜年，何等的福气！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真侪喜年的记号。咱伫伊的面前，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所以今仔日第2个祈祷，牧师要邀请咱同心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的教会过2年要庆祝90周年，有啥人庆祝？咱过2年，咱的教会要满90年；过12年，咱的教会要满100年。恁敢袂记牧师甲恁邀请讲，伫咱的教会说到100周年的时，我要甲恁做大大欢喜做庆祝，有无？我毋望我会当健康啊！但是可较要紧，100年若到，咱有啥物通捧出来？甲咱的厝边讲，这100年中间，上帝互阮的就是遮尔100分的祝福，丰盛的祝福。亲爱的天父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听今仔日圣经的话，耶稣讲，伊读以赛亚书61章第3节、第2节、第3节，伊讲报告上帝欢喜人的年。路加福音第4章就来在上尾啊，即句话讲，今仔日这段圣经已经应验恁所听的道理。今仔日的这段圣经的记载已经应验恁所听的道理。这有2个牧师想要甲恁分享的祈祷。第一，每一摆听讲道，拢爱互上帝的讲道改变咱的生命。第二，互这个讲道继续伫恁的生命中间不断产生祝福。意思就是对即摆到将来，对即摆开始永远无停止。这个应验这个字会当翻译做充满，应验这个字会当翻译做充满。所以英语的圣经才甲伊翻译做 fulfill。fulfill 意思就是讲一块空空的杯啊，我甲伊填好满，无论是添咖啡，无论是添这个柠檬红茶，什么种的物件，若是上帝恩典的祝福，我就甲伊填好满。耶稣讲，当恁已经听见，上帝喜年要大大充满你。
意思紧来听上帝讲道的人，咱的生命要得到充满。兄弟，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的生命要有新的价值，要有新的稳定、新的能力。所以保罗讲，今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真侪新创造，旧的代志拢真过去。这是牧师邀请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咱伸出双手，咱等下通过圣餐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需要你。但一个恁若捧着这个圣餐的杯，你甲主耶稣感谢讲：主耶稣通过这个圣餐的杯，你予我丰盛满足的生命。如果兄弟恁若还未洗礼，你也袂当捧着这个圣餐的杯，请你莫不准。有一日，当你知影耶稣是什么；有一日，当你明白为什么要守圣餐，你就得着。若无，咱即摆用心伫主的面前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无论我有领圣餐无领圣餐，主你予我福杯满溢的生命。主你予我福杯满溢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耶稣基督，你讲你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予人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耶稣我相信，我要恳求你，将这个丰盛的活命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囡仔，我代代无尽；互阮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互阮一代得到祝福，到代代拢无尽。所以，伫你的面前，嘛恳求主你怜悯帮助阮；互阮伫你的面前，请做你稳定的记号。亲像阮的教会信仰告别讲，通过听甲受苦，成做台湾人愿望的记号。这是阮心所愿，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咱同心来吟圣诗，准备来守圣餐。请起立，咱来吟圣诗。
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应伊的人所讲的话。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进去就近因，来甲因啉食，因也要甲我啉食。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佮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有8饼祝谢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佮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宝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恭敬遵照你的教示。摆设这的饼甲葡萄汁，阮要甲主你同坐道来领圣餐。亲爱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这是你的血为着阮所流出的。当阮领受这个圣餐的时，是纪念2000年前你用疼来成就上帝的怜悯拯救。主耶稣，求你圣别这个饼、葡萄汁。也恳求你来到阮中间，你甲阮同在，你来主持今仔日的圣餐礼拜。错，今仔日的圣餐是每一个人有形无形，拢甲主你来结连，领受你对天人来说带来互阮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候，恳求你来主持今仔日的圣餐。祈祷是奉你的圣主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英宏长老，甲这个手结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所听兄姐，咱伫安静的中间。咱邀请主耶稣来养饲咱，将伊的话名放伫咱的内底，通过圣餐，互主耶稣的圣神，就是国我的神，来点伫咱的生命中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安静，咱感谢，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求你通过圣餐的饼。搁一摆充满我的生命，咱虽然未堪得，咱虽然不配，
但是主耶稣完全无看轻咱。伊讲：“我是为着这个来到世间。”主耶稣讲：“我是为着这个来到世间。”这是咱主耶稣基督的听，也是伊的身躯。来用感谢的心来听候主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小庆这无够，咱安静祈祷，咱安静祈祷，咱听候，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需要你。主耶稣，感谢你，我要领受这个荣耀的圣礼典，通过圣餐。甲主你连结，主耶稣，阮感谢，阮伫你的面前邀请你进入阮的生命中。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主，互阮望着你，主求你也望着阮的心，主求你望着阮的心。主耶稣。咱中间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刘克隆长老、陈忠胜长老，甲钟淑庆长老来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这个杯是新约。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
所听兄姐，咱用恭敬、感谢的心来捧主的杯，咱用恭敬、感谢的心来捧主的杯。来试看主稳定的滋味，咱试看主稳定的滋味。有一日，咱嘛要恳求主，互咱手捧救恩的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所以说我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咱的会所设立的。恁若有人还未摕到杯的人，恁会当来头前摕杯好无？所以说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敢有人还未捧到杯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明我姐，你敢有摕到杯？来，你来头前。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伊的宝会所设立的。所听兄姐，这个杯是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同心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慈爱，通过领受你的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互阮明白你实在疼惜阮，也互阮知影，阮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的肢体，阮是受你祝福真实的百姓，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的性命奉献予你的时，恳求你接纳阮，用你的慈悲帮赞，互阮通持守甲你中间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通荣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宗名祈祷，阿门。咱准备来奉献。
祈求。阿门。亲爱的姊妹，真欢喜，咱今仔大家同心做礼拜。牧师徛伫讲台顶悬有一个足久无的感觉，就是好亲像咱已经快要走出疫情的迄种的时期。今仔日咱的做礼拜，包括圣餐，咱的出席慢慢恢复咱教会咱的常态正常吼。今仔日咱真欢喜，上帝互咱虽然伫圣餐的杯甲饼准备了无够但是愿上帝咱的教会开始走出迄种疫情中间的咱的疏离感，互咱的教会会当慢慢恢复一个正常常态。咱过去的教会做礼拜吼咱同心来用同心协力来建立一个有活命、有活力的教会。今仔日咱真欢喜是志伟甲巧文个迄个依林因全家咱足欢喜因甲咱做伙做礼拜请好，请坐。哥哥迄个大弟今仔日无来志轩因为伊有身体不舒服。昨咱来去参加告别礼拜，咱有看到讲志轩咧致感谢词的时，伊的身躯要有打点滴的迄个针头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伫艰苦中间有缘甲妈妈一个告别式大家全心全力做伙上帝照顾恁上帝照顾恁的大大小小，真欢迎恁今仔日来做伙做礼拜上帝安慰恁的家庭恁的家庭嘛，互教会有真大的一种鼓励上帝祝福恁。兄弟姊妹，我要甲恁报告一个真伤心的消息。昨暝2点半，我接到电话咱的兄弟建章过身建章昨暝伫梦中困去，有做梦无我毋知影，就是困去啦所以伫半暝2点外时，即个黄红人伊就敲电话来所以陈牧师甲阮两个昨半夜赶过但是已经拢安尼冷上帝甲伊带倒去咱虽然感觉真毋甘，但是上帝检知安尼是互红人伊会当减少更较长期的即个身体的即种的破病甲不舒服所以咱要行平安的时，我要邀请咱首先先来为着失去哥哥相依为命的红人总红毋是总红人，黄红人咱来为着因来祈祷。主，阮对心中感觉艰苦。主，虽然你是透放伊伫病痛的中间，互伊无搁再需要靠这药物，但是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安慰伊的弟弟红人，因为伊较少伫教会出入，虽然伊的心嘛要拢已经伫教会，但是伊是一个较容易孤单密起来的一个阮的兄弟。主，恳求你里面安慰帮赞，互因的家庭伫即个忧伤的时刻，主你会安慰教育因用。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照顾，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怜悯，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念这条诗歌万谢咱先来为着生日，小等者咱来为着生日的人今仔有来，拢无伫遮咱做伙来为着生日的人来。张太太是的，是的，有啦，我无注意看。苏金杰，苏金杰，生日快乐！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活命的主，阮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你施恩赐福。伫每一摆，阮的兄弟姊妹因过生日的时，因总是带着真深的渴慕，
亲自对上帝你来求讨，对天顶的祝福。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阮的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稳定的油抹伫伊的头壳，流到伊的衫肌，流到伊人生所行过每一个脚步。最后所，阮恳求主你用你的稳定，互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因为上帝你的祝福的中间，因真侪稳上加稳、力上加力的人生。祝福因手捧的杯无空空，互因手捧的杯要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恭敬伫你的面前，为着淑珍姐妹来感谢你，求天父上帝你大大祝福，互因过来的日子，甲伊的丈夫，因做伙去做上帝所欢喜的家庭。无论伫侍奉，无论伫生活，无论伫因的囝儿，因的亲情的交往，主想事教业稳定。阮伫你面前恭敬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咱来念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的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伫要报告的头先，我有一项伫咱报告中间真重要的消息要甲咱报告。咱照着咱的4年改选一摆的中级。今年照讲是10月爱改选，因为都合上个时间的安排袂好势，所以教会要延后1个月来举行这个中级的改选。牧师要甲咱拜托，现在咱还阁有1个月时间，大概预定要伫11月的第1礼拜，咱举行这个改选，等一个伫中级会的参详。牧师甲恁拜托，请恁为着教会中级的改选来祈祷，咱的教会上帝互咱有足好的中级，伫过去咱的教会就是遮尔受祝福。咱伫照轮替即个改选的过程中间，牧师请恁安静，毋免恁若感觉讲袂当做为教会做甚物，祈祷就是上重要。恁若感觉讲袂当为着教会参与做甚物，其实恁的代祷就是上重要。咱用祈祷的心来准备11月的这个改选，牧师会将这个名单照咱的教会的规矩，伫2礼拜前公布，公布伫咱的教会内底，请咱为着后个月，请会记得时间要拨起来，咱将个时间留起11月第一礼拜。好，咱来请师会报告。即摆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拜3 8点，祈祷会伫礼拜堂；拜5家庭礼拜暂停。拜6青少期的聚会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书会请林七吉长老。领诗请林立长姐妹，苏琴请陈美秀姐妹，书献请胡素基执事甲张谢聪执事。交代请第3组
咱爱参嘛暂停。时间讲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来逐工读圣经。集体交通第一，等下礼拜后，咱妇女团契的会长要改选，请大家预备心。第二，拄仔牧师报告，请咱为着十一月份要改选本教会新任的长职，请兄姐安静心来代祷。第三，12月15有要洗礼的愿意受洗兄姐，请向牧师报名。接受真道的课程。第四，8月份开始，咱的新的查经的系列，认识耶稣的教导为主题。主题是对耶稣的教导重建灵魂的图像。咱要查考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欢迎参加。若要参加的，当加入来查经的群组。以便咱的牧师会定定传真侪资料予咱，请咱继续为遮个生日的人来祝福祈祷。防疫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问题，请向会计人员来更正。内底的事项，第一，请咱为台湾甲世界度过即届武汉肺炎的感染期祈祷，请咱继续为着秋冬或许有可能会再来祷告。第二，请咱为咱中华中会50周年的事工来祈祷。第三，请为身心欠安的张晨、詹清进、钟岩、詹达、詹天碧老师、吴彩云姊妹、洪玉基技术娘、庄仁志、洪詹素莲、洪长远弟兄、刘克龙长老、洪在金兄弟、陈慈忠、曾燕全的身体，咱来祈祷。第四，请咱继续为教会青少年的学校的课业来祈祷。第五，请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第六，请咱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一直教会、德克达亚教会来代祷。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514首。打要散花，求主赐福，互咱心中上快乐。大家既然亲来呼赞，欢喜军队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请咱起立，因是刷请陈牧师祝祷。打要散花，求主赐福，互咱心中上快乐。大家既然亲来呼赞，欢喜军队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愿更光今日团无百倍修行，是过为主最坚强，最主坚强，最主坚强。无论道去最光明，教会魂气对主最近，所修良温那过天，我的信心求主帮赞，那苦那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不动充满同世间。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
济，灭道必会。